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在这个疫情当中呢，我们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因为上帝让我们有一个应许说，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来到神的面前，神要将他出人意外的平安赏赐给我们。我们一起要用这首诗歌来赞美，要来在这里面来宣告：常常喜乐，常常喜乐，向主高歌，不论环境如何。高山或低谷，处都看顾，相信就能蒙福。常常祷告，耐心等候，主做事有定时。流泪撒种比欢呼收割，相信就有喜乐。下垂的手再次举起来，下垂的手再一次举起来，封闭的心再一次敞开，抛开一切忧虑，放下一切重担，来到主的面前，我喜乐满怀。冰冷的心被主爱来温暖，干渴的灵被主爱充满。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高台，死因有苦，一路有耶稣陪伴，他永不离开。让我们再一次，我们要开口来赞美这位让我们喜乐的主。常常喜乐，向主高歌，不论环境如何。高山或低谷，主都看顾，相信就能蒙福。常常祷告，耐心等候，主做事有定时。流泪撒种比欢呼收割，相信就有喜乐。让我们把下垂的手一起举起来，下垂的手再一次举起来，封闭的心再一次敞开，抛开一切忧虑，放下一切重担，来到主的面前，我喜乐满怀。冰冷的心被主爱来温暖，干渴的灵被主爱充满。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高台，死因有苦，一路有耶稣陪伴，他永不离开。我们来宣告：下垂的手，下垂的手再一次举起来，封闭的心再一次敞开，抛开一切忧虑，放下一切重担，来到主的面前，我喜乐满怀。冰冷的心被主爱来温暖，干渴的灵被主爱充满。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高台，死因有苦，一路有耶稣陪伴，他永不离开。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高台，死因有苦，一路有耶稣陪伴，他永不离开。主的慈爱永远不离开。我们用掌声荣耀归给我们的主。让我们再次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来敬拜。透过敬拜，我们再一次看见这位主，他是我们永远掌权、永远拯救我们的主。我们一起要用这首诗歌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开口来唱。美好的救主，美好的救主，患难时刻你是随时的帮助，主你赐的平安胜过这世界，一生信靠你，不怕任何风浪。信实的天父，看顾我心灵，使我能够的坚固。你照亮我道路，引导我的脚步，我全部生命都愿顺服。我要永远敬拜你。
生命中，你永远都是唯一，没有人能够取代你，我亲爱救主。有谁能够叫我与你分离？我们一起来敬拜。我要不住敬拜你，愿你永远的喜悦我的生命，求你满足我的渴慕，愿紧跟随我救主。美好的救主，美好的救主，患难时刻，患难时刻，你是随时的帮助。主你赐的平安，主你赐的平安，胜过这世界，胜过这世界。一生信靠你，不怕任何风浪。信实的天父，信实的天父，看顾我心灵，使我能够得坚固。你照亮我道路，引导我的脚步，我全部生命都愿顺服。我要永远敬拜你，在我生命中，在我生命中，你永远都是唯一，没有人能够取代你，我亲爱救主。有谁能够叫我与你分离？我要不住敬拜你，愿你永远的喜悦我的生命，求你满足我的渴慕，愿紧跟随我救主。我要永远敬拜你，在我生命中，你永远都是唯一，没有人能够取代你，我亲爱救主。没有任何人有谁能够叫我们跟我们的主来分离。离我们要来永远敬拜。我要不住敬拜你，愿你永远的喜悦我的生命，求你满足我的渴慕，愿紧跟随我救主。愿紧跟随我救主。求你满足我的渴慕，愿紧跟随我救主。是的，主，你是我们主，你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主，我们要敬拜你，我们要歌颂你，我们要赞美你。即使是在疫情严峻的时候，我们依然要感谢你，开口来赞美你，因为你一直在护卫着我们，你一直在保护我们，你一直与我们同在。即使我们心里非常的害怕，非常的不安，你的圣灵依然保护我们，鼓励我们，安慰我们。主，谢谢你，将荣耀归给你，将你的平安赏赐给敬畏你的人。
愿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要一起来看一段的经文，记载在诗篇的91篇1到7节。我们要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语。我邀请大家一起来读，特别是你在观看我们直播的我们一起现在来读这段经文，一起来。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他必用自己的羽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愿主的话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明白如何在这个患难当中，我们依然有神的平安，有神的医治，有神的保护同在。首先，牧师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你如果要得着这样的平安，你必须跟这位所谓的我的上帝你宣告这是成为你的上帝，那跟这位上帝建立4种的关系。刚才我们透过这段的经文，我们看到诗人作者他在宣告说，这位上帝是他的避难所。作者他在这样旷野沙漠，他遇到了一些的危险特别被敌人追杀，或者是他面对他不知道怎样走下去，有一些的困境，有一些的灾难，他必须要找一个可以避难的地方来躲避敌人的攻击。所以我们要宣告，这位上帝是你我的避难所。目前我不知道你碰到什么样的困境，但是你可以宣告说，上帝你是我可以躲避、可以避难的地方。第二个，我们看到作者他在宣告说，这位上帝是我的山寨。其实我到过以色列在土耳其他有很多的这一些的岩洞那这些敌人在追赶他的时候，那他可以躲进这些的山洞里面即使是很多这一些的军队要来搜捕他很难找到的如果你有机会去这样的一个地方你就可以看到真的非常的隐秘那敌人很难找到。这是第二个作者他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经历，他躲避敌人的这样的一个追杀的时候，他就躲在，比如说大卫，他就躲在这样的一个山洞里面那扫罗王要追杀他的时候，就找不到他还有机会去杀扫罗，但是我们看到他尊重上帝，他不随便出手。第三个，这个作者他在宣告说，这是我的上帝。我们可能常常听到别人见证说我怎么样经历上帝的奇妙作为在他自己的身上，但这一些毕竟是他别人的经历但是这边作者其实他说，这位上帝是我的上帝，表示说他即使是在患难的过程当中，他没有离开上帝，他依然依靠他，依然信靠他，依然在神的隐秘当中保护当中与这位上帝有亲密的关系。第4个关系就是说强调他是我所倚靠的。这个倚靠其实就是在他
遇到困境的时候，一无所有，一无所靠的时候，他就靠着上帝，不惧怕。所以弟兄姐妹，特别是在这一段的期间我们在桃园疫情好像很严重，我们到其他地方，如果他知道你是从桃园来的，可能他会讨厌你他会离得你远远的这边讲说没有关系，碰到这些困境的时候，你可以宣告：这位上帝是我的上帝，是我的保护者，是我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你要躲避这些患难，在患难当中有平安。第一个必须要跟这位全能的上帝保持亲密的关系，这样的一个信靠的关系，这样的一个依靠的关系。好，第二个我要来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可能会遇到很多这些的不一样的困境。那作者他就有提到他所遇到的，可能有时候不注意的时候，就会陷入到这捕鸟人的网罗小时候我看我的外公、我的舅舅们，他们就会在山上，他们布一些的细网，其实鸟看不见，但是当它飞过去的时候，就被网住了，逃不掉的，最后就成为什么？盘中飧，就是美味野味这样那我们看到他形容敌人是躲起来、藏起来，你看不到的，所以他布下了一些的网罗那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靠神因为神的眼目遍察全地所以第一个，可能我们在暗中会没有察觉到这一些的网罗、这些网子第二个，作者他在描述说，可能在旷野当中，在沙漠当中，他经历过这些的瘟疫那像以色列百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违背了上帝的心意，他们去敬拜这些偶像，或者是行一些上帝所不喜悦的事，所以就有这些瘟疫进入到他们的当中所以有第二个，这也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些的疫病我们真的是措手不及。还有各样这些黑夜的惊骇，我们玩过那个老鹰捉小鸡过吧？那就好像这些小鸡在那边玩好像很快乐，突然天上就来了一只老鹰它的目标就盯住这一些的小鸡。那这时候母鸡就知道有危险了，突然来的这些的惊骇，这一些的困境来了它就赶快张开它的什么它的翅膀它的人工是够了然后再护卫着这一些的小鸡作者用这些来描述说，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上帝好像伸出他的膀臂、他的翅膀，他能够躲在这样的一个翅膀的这样护庇之下那第四个，可能白日的飞的箭，意思他是讲说，这白日就是敌人看得见你，他突然向你射一个这样的一个飞箭可能有时候你措手不及有时突然来临的这一些的攻击如果不小心就会躲不掉那第五个是午间突然来临的这样毁灭性的灾难，或者是这些的毒害。其实我们看到现在全球面临的这一些的瘟疫，这一次我们看到因为布桃医院所这一些医疗人员不小心所带来这一些的传染扩大，那当然也带给你我有这样的一个很紧张，然后今天我们去开会也是蛮紧张的那大家就会有保持一些的距离但是其实大部分人还好，没有那么惧怕那我们知道有这一些的困难，我们可能还有其他的困难，但是我们要宣告，就像刚才那一段前面那一段说，上帝你是我的避难所。当你碰到这一些的可能飞箭或者是突然的攻击、灾难来临的时候，你可以向上帝来宣告说：主
你是我的避难所，你知道吗？你是我的山寨，你是我的躲藏的地方，你是我的保护，你是我的看顾，或者是你是我的力量，你都可以随时做这样的一个宣告。如果你用上帝的话语来做这样一个宣告的时候这里宣告说，虽然有千人万人扑倒，但是呢，这灾不临近你。我们用上帝的话语来宣告，特别是在这一些的疫病流行、瘟疫流行的时候，我们更多的祷告，我们不要停止祷告，我们用上帝的话语来宣告，让上帝的应许就成就在你我的生命当中。好，我要一起邀请大家一起来唱这首诗歌，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个困境的时候，我们更多的祷告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用这首诗歌，任何的环境都不惧怕。我邀请在观看这些直播的弟兄姐妹，你在家观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唱。你害怕的时候，你就开口来唱。这首诗歌可以帮助我们知道，全能的上帝在保护你，在护卫着你。何的环境都不要惧怕，全能的上帝，他必保护你，你不要惊慌，更不要惧怕。全能的上帝保护你。我们从头来。任何的环境都不要惧怕，全能的上帝他必保护你，你不要惊慌，更不要惧怕，全能的上帝保护你。纵然有疲乏软弱无助的时候，全能上帝他必看顾你。人生的惊涛骇浪临到的时候，全能上帝他必保护你。主，你是我的磐石，主，你是我的山寨，主，你是我的盼望，我的力量，我的耶和华。主，你是我的磐石，主，你是我的磐石，主，你是我的山寨，主，你是我的盼望，我的力量，我的耶和华。主，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磐石，主，你是我的山寨，主，你是我的盼望，我的力量，我的耶和华。我的力量，我的力量，我的耶和华。再来一次来宣告说，我的力量，我的耶和华。是的，主，你是我们的磐石，你是我们的山寨，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你是我们在绝望当中的盼望。主，我们要宣告，我的力量在乎耶和华，
我的力量从耶和华来，我的勇气从耶和华来，我的信心从耶和华来，我的平安就从耶和华来。谢谢耶稣，让我们在宣告你的话语，你的真理必叫我们得着自由。谢谢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这时候我要邀请我们的慧清执事来分享他生命的见证，请弟兄姐妹来可以请坐。他要分享他如何在经历上帝的奇妙恩典。我们这时候将时间交给他，我们拍手来欢迎他哈。好，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多谢上帝正经给我真侪恩典，互我今仔日可以使来这为做见证我今仔日要分享的是价值的倍增，倍增的价值，就是12月，去年12月，阮去迄个青埔的星光影城去做圣诞节活动。其实我知影即个讲要甲因合作的即个时间是超11月底，是牧师甲我讲的。所以阮的要准备的时间差不多无到1个月时间。即个活动我佫都毋知要安怎去做，没有，我老实讲，我头壳内底是空空的，毋知要安怎去做。毋过呢，我感谢主，主就是透过牧师，佫有同工，就是甲遮个物件拢set得好势。就是譬如讲，阮爱迄个场地布置，要安怎去设计这海报，要安怎去进行，爱佫去找同工所做的老师，真紧遮个物件就算讲拢真好势。只是敢若讲志工的部分有较无够，老师的部分嘛有小可有欠，因为敢若2个老师佫无办法逐工来，所以迄当阵我就拜托第1天去的老师，我就甲迄老师讲叫伊爱教其他第2天要佫去的人，甲因教，互因迄落无办法的时阵互这老师会使去你落去你教。真紧这老师因为伊要学这足紧的，所以尾后壁遮个老师阮就拢无欠，逐工嘛拢有够额的老师，当去就斗3天。其实我是第2天才去，因为我第1天我会上班，我无办法去，所以我第2天去的时阵，因为咱有手作，这是免费的。那因为咱甲人讲免费，真侪人其实拢无要相信，所以拄开始就无人来。结果就是阮直直邀请，感谢主，终于破冰了，有人开始来老师就开始甲因建立关系。因为阮就是这边的主轴就是讲用这15分钟短短的时间头15分钟，这手作老师甲因做手作的期间，嘛甲因开讲，甲因建立关系，甲因传递上帝的爱，然后慢慢就愈来愈侪人，连续几啊天，就是一天比一天人佫较侪。甲阮做准备好的遮个材料，要安怎讲，就是超前甲用完啦。真紧，阮备料的部分300分，拢用了。其实进前我算讲徛伫遐的时阵，因为阮算徛伫电梯口遐人潮较侪。毋过尾我想讲嘛，袂使直直敢若徛伫遮尔。尾我就摕一个迄个作品，迄样本3不路，然后我就去1楼甲2楼。去算讲，敢若因的卖场安尼去甲踅，然后去甲介绍，讲你会使来倒位来做这免费手作，所以人嘛就是安尼，人嘛愈来愈侪。所以我感觉讲传福音就是爱家己主动出击啦。当咱若愿意安尼去做的时阵，我感觉上帝伊会带领佫较侪人来。到上尾的时阵，有诶正经咱的上帝足厉害。信人坐甲爱排队排过超过10个以上的人伫排队，所以算讲阮遮同工看到上帝安尼，我嘛拢用激励起来，感觉阮的价值真的是倍增啊！然后我有甲算者，差不多阮的同工可能差不多这段期间7天的期间，差不多50个左右，可是我们服务的人数超过400个，其实甲遮内底包括，除了讲因来手作遮个，佫有就是阮变做敢若星光影城的迄落
因的员工，爱个指引方向，爱个因为因的服务台必伫后壁，因看袂到，因看会到阮，所以拢来问阮。所以我感觉啊，真的是神的功真的是很奇妙啊！上尾一天吼，真的是神显更大的神迹。平常时阮就是问讲，可能一天拢爱上无5个志工爱去啊，因为内底有包括就是手作老师2个，啊，搁有阮爱招揽人的吼。啊尾啊，因为上尾一天真的是大家时间上敢若拢袂拄好。所以上尾敢若剩我甲苏清杰，啊，阮就剩阮2个尔。然后阮还是带着信心，阮就讲伫车顶，阮迄落一边开车就一边宣告讲，啊，甲祈祷讲，主耶稣，阮虽然敢若有4只手，毋过你有千万万的手，哦，啊，虽然敢若阮2个人尔，毋过你的天使天军甲阮迄落同在。啊，迄天正经，上帝，互阮虽然敢若阮2个苏清杰伫教人做手作。啊，我伫遐招揽，可是我们觉得神就是给他很有次序，我袂讲安尼，迄落慌乱转袂，就是觉得做的就是很顺，然后虽然每天很累，可是就是觉得很喜乐。过灯刚起来，精神就过来啊。阿门。哦，真感谢主啊！上尾迄天，其实上尾迄天的代志嘛足济，就是啥，爱物件拢爱收爱转来，摕转来。啊，感谢牧师开完会了。嘛，带迄落，阁有拢做4个同工去斗3工，互阮经验吼，能够很快的就把这些东西都把它收拾好，然后带回来教会。啊，上尾迄天吼，真的是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神迹是什么？阮敢若一只刀啊吼，迄只刀啊，细只，拢总围差不多15、16个人，真的是我有把这张相给它翕起来。哦，我觉得真的是神，真的是那奇妙的神，我们将一切荣耀都归给神。哈利路亚！这位上帝是使无变有的上帝哦，这位上帝是让大家去经历，去经历讲，哇，在你不知道怎么办、没有信心的时候，啊，惊啥？惊无人了哦，怕没有人的时候，上帝就把人带到我们当中，甚至迄材料拢无够了所以还要排队，还要预约。所以我们面对不知的未来，或者是这些的困境，在困难的时阵，我们就是祷告，没有别的方法，就是祷告。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特别是遇到这样的一个疫情的时候，我们要用主的话一起来宣告。所以现在我要邀请大家举起你的右手来线上的弟兄姐妹举起你的右手来。我们一起来宣告，奉主的名来宣告说：上帝是我的避难所，上帝是我的山寨，上帝是我的上帝，上帝是我所倚靠的。再来一遍，来，上帝是我的避难所，上帝是我的山寨，上帝是我的上帝。上帝是我所倚靠的。好，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开口来祷告好吗？我们邀请大家一起来开口祷告。你可以宣告说：上帝啊，上帝啊，你是我的避难所这些细菌不在哪里，但是你是我的避难所。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你，主啊，哈利路亚，主，我们奉你名，我们要宣告，你是我们的避难所。这些躲藏的敌人，在要攻击我们的时候，要侵害我们的时候，免伫遮来影响我的时阵，主啊，你是我的避难所，你是我的保护，你是我的山寨，你是我的倚靠的。主，我要奉你名伫遮来宣告，你的平安，你的保护就伫我的中间。主啊，检菜伫迄个困难的中间，我希望要保持甲你的关系，要来倚靠你，要来亲近你。愿主你来做甲阮三个同在，哈利路亚。你用你的慈神爱所来带领我们，谢谢。天父上帝，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不仅仅是这些诗人作者他的经历，我们也要经历，所以我们要宣告：你是我的，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你是我的，你也是我们教会，我们所有弟兄姐妹每一个家庭的山寨。当我们遇到这些的困境的时候，遇到这些
害怕不安的时候，特别是面对桃园这一些的疫情严峻的时候，主啊，我们真的要说，我们心里真的有时候会有担心害怕，但是上帝你的话语告诉我们，你是我们可以躲藏的，可以保护我们安全的，可以让这些毒害远离我们的上帝。谢谢主，让你的话成为我们刚强信心的一个力量，帮助我们在宣告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心里就有平安，就有盼望。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要特别为我们的国家安全来代祷。我们知道天天都有这一些的中国的军机，各式各样的这些的军机侵入我们台湾的领空，我们要恳求主来护卫着我们。我们没有办法靠着美国，靠着我们自己，我们只有靠着上帝才能够保护我们的安全。我们也求主来赐下两岸能够和平相处，为中国执政掌权的不以武力来换台，为台湾能够在外交的困境上面，在外交的困境，我们可以突破。借着我们的防疫有成，我们看到我们在全世界我们的知名度我们被看见。我们恳求上帝来帮助我们，上帝总是用意想不到的方式，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上立足。看到我们台积电各国都要求我们有更多制造这些晶片，好不好？我们为了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安全来开口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主，我们要宣告，主啊，这些看得见看不见的敌人在攻击我们的时候，主啊，你就张开你的防护的翅膀来护卫着我们，就好像母鸡在保护小鸡一样。主，谢谢你，我们要宣告，主啊，在这样的不安、恐惧、害怕的世代，主啊，你就帮助我们能够除去我们内心的这些的恐惧，这些的害怕。主啊，谢谢你，哈利路亚，主，我们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主啊，你的国就降临在这个美丽的宝岛。主啊，一个国家构成一个国家，就是这个国家要有人民你所爱的，你定义要爱到底的。还有这个国家的领土，不管是海陆空领土，主你就是我们的主。主啊，这个国家成为国家，就是要有主权。主啊，台湾的主权在于你。主啊，台湾被看见，不是我们有多厉害，乃是我们有依靠一个厉害的主。主啊，全世界要看见主你，看见主你是公义的主。主啊，你不让那些强者来压迫台湾的人民，因为主你是台湾的主权的主。主，我们谢谢你，你更是台湾领土、台湾政府的主。主，我们谢谢你，你绝对不容许那些不管是陆海空，主啊，这个领域主你已经设定了。主啊，这个地方就是属于你的。台湾美丽的宝岛，主啊，就是你管定了，因为主你是我们的上帝，你是台湾的保护者，是台湾的山寨。主啊，你是台湾的避难所。主啊，你更是台湾的力量，台湾的盼望。谢谢你，谢谢你用尽你一切的方式，就是要展现出你的爱。主啊，你要让世人都看见你，要高举在台湾这块土地上，高举主你的生命，不管中国大陆，不管任何人，主啊，你都掌权。主，你管定了。主啊，你爱我们就是爱到底。主，你就是带领，一路带领我们，不管是不是在那夹缝中，主啊，你就是让我们有你那里来的生命力，那盼望。
谢谢你，愿一切的荣耀都要归给你。 Amen 我们将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感谢主啊！我们也要为中央防疫这个中心这个团队来祷告，特别我们为陈时中部长带领的防疫团队，他能够提出有果效的这些防疫的措施来带导。我们也要为所有的医护人员，特别是在部立桃园医院这些的医疗人员来带导，让他们有平安、有健康的身体继续来治疗这一些的病患。我们也为全台各县市能够同心来防疫，除去一切的对立、歧视跟谩骂。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开你的口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主啊，你来成为台湾主啊，你是我们护卫者。主啊，主啊，你知道赐智慧给陈时中部长，还有他所带领的团队，能够让他们有智慧的提出一些的措施，特别是在境外回来台湾的，如何去防护，主啊，让他们知道如何去利用这一些的防疫的措施，围堵让这些的瘟疫不会继续的扩大。主啊，现在我们在桃园的这一些的感染，主啊，感谢你这2-3天还有这样的一个没有我们本土的案例，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继续来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要向你献上感谢。在全球在疫情如此的严峻的当下，主，台湾真的是有主你的平安与我们同在。主，我们看见在台湾现在，特别在桃园这个地方，主，我们知道在这样的情况中，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明白，但你都明白。你掌权在这块土地上，你知道我们的需要。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更是要为在这地上执政掌权的，向你来祷告，求你赐福在他们的身上，让他们有从你来的智慧，也更是让他们有从你来身心灵的健康。特别在这当中，我们看见陈时中部长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很多的劳碌，还有他感冒，求主你亲自的来医治他，让他能够在每一次的主持，在每一次的带领团队当中，有从你来的平安，有从你来的智慧，主啊，也有从你来的判断。主，更多的是我们要求主你帮助他，让他来认识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主啊，你才是那最大的医生。主，你医治每一个人。主，你不只是医治，透过这些医疗医治人的身体。主，你更是在这个时候来医治我们的心。主，医治我们对那未知恐惧的心。主啊，医治我们在这不确定当中恐慌的心。主，医治我们在这些我们所听到的消息里面那些焦虑的心。主啊，求主你亲自的来帮助我们。主，我们更是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恳求主你亲自的来祝福在这些医护的人员当中。主啊，你保护保守他们的性命。主啊，你让他们在这样的救治人的过程中，让他们也有从你来的平安与他们同在。主，你亲自掌权在台湾的疫情里面。主啊，你也是能够停止瘟疫的主，因为你是掌权的主，你是让我们能够来依靠的主。主，你更是在凡事上有定时的主。主，我们相信在你的时间里，这些都在你的掌权当中。主，让我们真是再一次的来依靠你，再一次的有信心，再一次的在你的里面。主啊，我们要说的是，我们在这个时候，基督徒能够怎么样来回应呢？就是我们要举手来祷告，就是我们要赞美你，就是我们要将那真实的喜乐跟平安，透过我们能够的方式，主在限制中
活出那无限的生命。是的，主，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持续带领我们。我们要看见台湾要在这次的疫情当中再次的来突破，因为我们知道主你是信实的主，你是赐福的主，你必要带领我们经历那患难中却不致遭害，在这样的困难中我们却有盼望。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感谢主，我们要为着疫情的止息来代祷。第一点，我们要为桃园的疫情能够完全的控制。感谢主，在这2-3天本土的病例没有增加那我们真的是要更多的祷告，让疫情不再扩散，求主来差派天使来护卫着我们台湾，特别是桃园那我们也为人的内心不过度恐慌惧怕，不会到了2点我们就安尼等底下在踹底下踹咧等安尼求主真的是保守看顾那祷告能够翻转这个疫情求主赐下平安稳妥的心。第3个，我们要求主来医治这块土地，台湾可以很快的购得有果效好的疫苗，并且我们能够自主来研发出好的疫苗。弟兄姐妹，我邀请你开口来祷告，咱这位来祈祷，我们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你知道我们要再次为着在这块土地上有许多的人心里在正处于让全世这些在那盼望让这些没有盼望的个人可在出路上在用你的爱来使都能够确实能够回转来归向每一个人，使这块的人民我们传离我们的恶，我们知道有一位可以拯救我们的罪人，我们恳求你来救我们，也让我们真知道唯有你，唯有你让我们在生命，因为主你说唯有你的爱使我们不惧怕，主你因为你的爱使我们真知道归回在主我们要按照是在主里我们的，我们尽力去做，然后我们放心的将自己带到你的面前，我们每一位你的儿女们恳求主你更是帮助我们能够看见这个未来可以解决的方式，那个都使人恢复的出口。主要按着你的心意帮助台湾，就是在这样的疫情当中，我们要再次的做出那美好的见证。在这过程中，更多的他们的心中的时候，主，我们要奉你名宣告，桃园的疫情要被控制住。主啊，我们要宣告桃园的疫情不再扩散。主啊，你差遣你的使者来护卫，主啊，让这些的感染能够止息。主，我们奉你名来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位桃园的市民，全台湾的百姓，心里不会过度的恐慌惧怕，不会因为新闻的报道而引起这样的一个恐慌。主，我们奉你名捆绑这些惧怕离开人的内心。主啊，赐给我们有平安稳妥的心在里面。主啊，求你的宝血来医治这块土地，让我们真的是能够靠主得医治，因为你是最大的医生，耶和华拉法，你是医治的神。主要帮助我们，特别是很快的经历有这样的一个自主研发的疫苗，或者是能够购得有这样果效的疫苗，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防护，有这样的一个抗体。愿你来赐福，主啊，赐福这地，赐福我们的政府，赐福我们的防疫团队，赐福我们的市民，特别是在此时此刻，你知道我们桃园市民的内心充满的不安惧怕。主啊，只有你能够让我们在惧怕当中有平安，有盼望，有喜乐，因为你赐下的是喜乐，是医治的心。主啊，我们奉你名来祝福，愿你的这样的一个医治临到。主，愿你的爱充满。主耶稣，愿你的救赎临到我们的弟兄姐妹的接触传播的这些的对象。主啊，我们奉你名将你的福音遍传在各地，愿你来赐福，也愿圣灵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让我们真的是内心有这样平安，有盼望，有依靠，有喜乐。主，谢谢你
赐给我们有喜乐盼望的心。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宣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下垂的手再一次举起来，封闭的心再一次敞开，抛开一切忧虑，放下一切重担，来到主的面前，我喜乐满怀。冰冷的心被主爱来温暖，干渴的灵被主爱充满。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高台，死因有故，一路有耶稣陪伴，他永不离开。弟兄姐妹愿上帝赐福我们，让我们真是抛开一切的忧虑，抛开一切的重担，能够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要再一次的用这首副歌，我们一起来宣告，让下垂的手再一次的举起来，封闭的心再一次的敞开。下垂的手再一次举起来，封闭的心再一次敞开，抛开一切忧虑，放下一切重担，来到主的面前，我喜乐满怀。冰冷的心被主爱来充满，干渴的灵被主爱充满。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高台，死因有故，一路有耶稣陪伴，他永不离开。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高台，死因有故，一路有耶稣陪伴，他永不离开。哈利路亚！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天，也祝大家能够身心灵健壮，灵魂体兴盛，大家平安。